当你要跟别人形容一种游戏、事情或运动很好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一句话：呀，真劲动好搞！呀，真劲动好搞！呀，真劲动好搞！这真的很好玩。比方说，如果你喜欢玩我手上这个呼啦圈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跟人家说。呀，真劲动好搞！这真的很好玩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去体验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一起来去看看。走！呀，真劲动好搞！门没锁，自己进来。哎，少文在玩什么？好像好玩呢。哦，我在玩现在最流行的天通电动，就是 Wii 呀。我跟你说，呀，真劲动好搞！这个真的很好玩哦。哇，是我耶，我也好想玩哦。里面有哪些游戏啊？很多种啊，像是妙 Q 网球、bowling Q 保龄球，还有赛车。总之，呀，真劲动好搞！这个真的很好玩哦。哇，哎，好多，我每个都想玩呢。那我先玩运动类的妙 Q。妙 Q 网球，好吧，来，那我来帮你设定哈，来，这个给你。好，那我们来比赛啊。好，来比啊，来比啊。嘿，嘿，哦，又没接到。耶，我赢了！呀，真劲动好搞！对，呀，真劲动好搞！好，大家都记得我们今天教的单字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喽。复习时间。电动、天通、天通，这真的很好玩。呀，真劲动好搞！呀，真劲动好搞！网球、妙 Q、妙 Q， 保龄球、bowling Q、bowling Q。行真嘢客家 B&B， 本人睇架，鄉下嚟講客家。